清风，在这里。天赋异禀啊！毕竟从小习武，听觉也是练了许久的。听风辨位，张目杀人。若是以为这样就能破了孤虚之阵，那也太天真了。师兄，现在怎么办？不要慌，守住心神，他们奈何不了我们。只要拖住你们，等到白发仙大人回来，看你们还能翻出什么花样。什么？头！震破！师兄，你真没用，到最后还是得靠我吧。是呀，阵破了呢。你们到底还是跟上来了。说实话，得罪雪月城并不是我们所想。不过现在，连无双城和魔教都参与了进来。今天若再不出手，怕是我们没有机会了。那棺材中的物事与我们关系甚大，实在是无法放弃。那棺材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？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荣华富贵；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绝世武功；对于我们来说，里面装的只是一个答案而已。答案13年前，别说了，住手！